殿下，这次又是哪个王爷？襄王的一个护卫求见殿下。末将参见燕王殿下。襄王殿下宾天之前，命末将将此物交与殿下。带他下去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襄王死了，你们是不是还要杀人呢？你们是不是还要伤及无辜？你们是不是要朕成为一个孤家寡人？那朕可以不做这个皇上。太祖遗训犹在耳畔，做不做皇上，能由得陛下自己做主吗？陛下如今已经当了皇上，成了95之尊，就没有退路，龙椅之上没有下台的阶梯。如果陛下不做皇上，朝臣诸王容不下你，万民百姓容不了你，诸民天下容不得你。不做皇上就只有死，只能逊位。我是东海龙王，我要见玉皇大帝。我是太上老君，我要见玉皇大帝。哈哈哈哈哈！
疯了，一定是汉代孙膑用过的养蜂之计。什么时候封的？前天就封了。燕王府的人还瞒着，今天一大早就跟疯狗似的到处乱窜。胡大人，留点口德。朱棣毕竟是燕王，是，在下也是为燕王可惜呀。好端端的一个王爷，弄得跟叫花子似的，这岂不是给皇家丢人吗？闭嘴！带路。站住！铁大将军和布政使大人到了，怎么连个传话带信儿的人也没有啊？燕王呢？哦，燕王今儿个不见客，大人们请回吧。胡大人，哦。我是东海龙王，我要见玉皇大帝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嘛？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殿下，拜向男儿不花，拜见燕王殿下。王爷，别装相了，大家都是明白，何必作践自己呢？啊！爱妃，这是最后一点肉了，爱妃啊，来尝，看真是鲜美啊！哎，尝啊！退！二位大人，先让一让吧，殿下不能再受刺激了。请。混账！胡大人，口下留德，君臣之礼。在下还是不敢轻信，也许这一切全都是假的。本将一生杀人如麻，从来没眨过眼，可是今天看起来，您可比我心狠呐！朱棣真封假封，得让皇上圣断。想不到，一代燕王竟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要吃肉！我是东海龙王！大师，出了这么多事，什么样的好汉也扛不住啊！大师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王爷！乾坤两脉俱乱，血气淹没，却如神志丧乱。阿弥陀佛。胡成这个王八蛋，他步步紧逼，好不穷凶极恶呀！真是欺人太甚！不行，老子就去杀了他！哎，张玉，你也疯了吗？你要知道，胡成乃是朝廷命官，又是太子亲信，眼下王爷身处危难，你如此一来，会给王府带来灭顶之灾的。王爷平时待你不薄啊！你居然眼看着王爷当众受辱，身患绝疾而不敢挺身而出，你还是个男人吗你？张玉，
君子可杀不可辱。今天你要想离开王府半步，就先杀了我吧。好，我就杀了你。张玉，把剑放下。王爷，你醒了。我没有疯。王爷，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要问了。张宇，令你把北平各处的亲信兄弟全部招入王府，同时秘密召集能工巧匠，打造兵器，听候我的命令。末将遵命。马和在。秘密调集粮草战马，隐蔽集中到城西三里河仓库，不得有误。小的遵命。起事之前，我还得继续扬风，以迷惑朝廷的耳目。记住，不能把此事泄露给任何人。是。哦，殿下，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师傅啊？他比谁都清楚。替我把脉的时候，还狠狠掐过我一把。这个疯和尚，瞒天瞒地瞒不过他呀。那么小的，要不要向王妃禀告一声，让她放心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准把真相告诉任何人。啊！可是殿下，您的病让王妃伤心极了。她越是伤心，胡生他越能相信我是真的疯了。唉，委屈他了。王爷的事，你们都瞧见了，我也不瞒你们了。从现在开始，王府里所有的门呢，都通通闭门谢客，外面的人不准进来，里面的人也不准出去。你们呢，还各按其职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。如果有人问起王爷的病，就说好多了，就说你们看见王爷出来散步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卖菜了，卖菜了啊！来看一下啊！我是太上老君，我要玉皇大帝，王爷，到！王爷不要闹了，王爷回家吧！啊，王爷，哦，没事没事。你敢拦我？王爷，小心呐，王爷，王爷小心！王爷发病了，走开！我要替天行道！王爷，让开！王爷，让我！王爷，我要替天行道！快，保护好王爷！没事了，走开！没事了，快走开！保护好王爷！没事了，我要见玉皇大帝！把门打开。属下不敢。打开，我要进去看看王爷。打开。
吃肉！我要吃肉！王妃，禀告王妃，讲，朝廷来了密旨，让胡成明天一大早进京面圣。王妃，落驾！王妃光临韩府，下官万分荣幸。胡大人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儿个斗胆打搅您了。胡大人，我这辈子没求过人，现在不得不求胡大人一件事。王妃叫下官办事，是下官的荣幸。我听说你要进京向朝廷禀报王爷的病状。是。这是1000两黄金和承袭500顷王府庄园的地契。王妃，您这是何意呀？王爷的议政丝毫不见好转，王府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高赤高须又不在身边，我这次来……王妃，您别说了，我早就想好了，这次进京面圣，一定要死见皇上，带回2位王子，让王爷一家团聚。大人，请您把这个拿回去。大人，我与王爷相知多年，生死与共，我要是收下这份礼，我还算人吗？我就辱没了王爷对我的大恩大德呀！胡大人，此次进京替2位王子求情，少不得上下打点，请胡大人无论如何也要收下。王妃啊，
您可给下官出了难题了。哎，为了王子，为了王爷，我就再难为自己一次吧。啊，什么都不说了。谢胡大人。坐。下官正要禀告王妃一件大事。哦。近来，北平城里街头巷尾纷纷传说王爷根本就没病。怎么会这么说呢？风言风语嘛。不过无风不起浪啊！正当朝廷整肃纲纪，藩镇诸王纷纷落难之时，王爷却一病不起，这不得不令人生疑呀。这是从何说起呀？大人，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什么朝廷削藩，我现在担心的是王爷这场大病，连躲都躲不过了。嗨，王妃这样想，下官也是这样想，不过就怕朝廷不这样想啊。万一有人落井下石，王爷就是有病，这欺瞒圣上、图谋不轨的罪名也是躲不掉的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胡大人，现在全靠您释疑解惑，多加看顾了。啊，这些东西如果不够，本妃再想办法。这个，唉，为救二位王子，为了燕王府免遭灭门之祸，那下官就有话直说了。啊，您快请讲。下官斗胆想向王妃借一样东西，只要本妃能办到的，我一定在您进京前给您送到府上。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嗯。啊，稍后片刻。马和，又出什么事了？王妃，没什么事，就是王妃回来以后一句话都没讲，笑得心里跟着了火似的。如果王妃信得过我的话，希望王妃把心里的烦恼告诉小的，让小的为您分忧。马和在。送礼的事已经办完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提了。马和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王妃，你忘了东西。你都看见了？
事已至此，我也不瞒你，念念吧。凝神清觉，莲花妙，俯首为盼心向来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王妃，马和这就赶到京师，拼死也要把2位王子救回来。王妃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能把莲心姐送给那个畜生啊！这个狗官，他的诗里暗含着莲心2字，他是想趁人之危，伤天害理。马和，你放心，本妃宁可不要2个儿子，也不会做那种无情无义之事。王爷英雄一世，更不会迎合他的蛇蝎之心。好主子，义薄云天。小的现在就去京师。站住！你回来。马和，你孤身去京师，你不仅救不了高赤高绪，你还会害了你自己。但是……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早点去睡吧。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，重要的是不要伤害了莲心。莲心姐，莲心姐，你不要哭啊！王妃她说了，她不会的，她就是不去救2位王子，也不会把你送出去的。母后，您帮帮我吧！如果您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您会怎么办？你会把一个无辜的小姑娘送出去来救自己的家人吗？母后，您帮帮我好吗？马和，过来坐会儿。不，你不要这样，姐。你听我的，我有办法。啊！把桌上那个簪子给我递过来。姐，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？你要相信我呀！你看你，把妆都给我弄花了。姐，你相信我，我有办法的，我真的会有办法。我去找师傅，
师父他不管多难的事情，他都可以解决。站住！来不及了，天一亮，胡成就要上路了。不，来得及，来得及的。那我可以求他吗？不然我想办法让他出不了城。马和，你听姐说几句话，说完了再走。马和，马和，姐问你，如果胡成见到皇上，会说王爷的好话吗？如果两位王子没放回来，王爷倒被朝廷以治病为由招到京城，那王爷还能活得了吗？那我就杀了他。那你杀掉胡成，就能救得了王爷的性命吗？胡成死在了燕王府的马总管手里，那燕王府还不铁定有灭顶之灾吗？那我现在就赶到京师去，赶在胡成的前面，拼了命也要把两位王子救回来。马和，姐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舍命救主呢？为主子尽忠。那你舍了命，就救得了主子吗？能吗？不能。可姐能。姐舍了命，把自己献出去，就能。姐，你不能把自己献出去的。那个胡成不是好人呐，他不会对你好，他不会疼你的。我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人羞辱，我做不到。马和，别为我操心了，我都想好了。姐，我不想让你受一丁点的委屈。我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我情愿一死。死？太容易了。自从我爹爹获罪，我都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。过去我盼着死，只想图个清静。今天我还盼着死，只想求个干净。可我不能死，我死了就报答不了我的恩人，我死了就救不了燕王府的这些好人。好弟弟，这里面也有你呀。姐姐盼着你有出息，姐姐不想让你被眼前的灾祸毁掉。姐姐还盼着燕王病好了后大展宏图，姐姐还想看到你追随燕王建立功勋啊！所以姐姐要干一件大事，一件比
比死还要更难的事。姐姐舍不得王府这个家，姐姐舍不得你这个弟弟。马和啊，姐姐也想替人分忧，姐姐也要为主子尽忠啊。快走吧。师父，您还是把我收进庙里当和尚吧，诵经礼佛，清净一生。六根未净，凡心未泯，你的尘缘未绝，我心已死，别无所求了。我问你，什么叫死？无痛，无欲，无生无息。什么叫活？行尸走肉，心无定所。人只有死过一次，才知道什么叫活。心只有在沸水里煮过一次，在油锅里煎熬一回，在刀刃上滚过一遭，才知道什么叫大情大欲。凡成大事者，
心里一定要有恨，有了恨，才有了狠。经过了大难的煎熬，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，必须要跨过凡心常情。无情是为了有情，人情服从于天理，丢下小念是为了最终的大义。你要把心灵变成净土，把俗念化为大智，把自己历练成不败的金刚。师父，你知不知道我的心里很疼？疼了就要回首，败了就得翻盘，以恨报恨，以狠对狠，要心无杂念，放手一搏。你既想报仇，又能救主，只有一计。师父，快说。方孝孺。故白玉不毁，孰为规章？道德不废，安取仁义？性情不离，何用礼乐？五色不乱，孰为文采？五声不乱，孰应六律？先生，外面有一个自称您家乡的老乡求见。哦，老乡？他说是进京给宫里送贡品的，特来拜访先生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你是马和？正是在下。马和叩见方先生，请恕在下冒名之罪。你怎么不在北平，到我府里来干什么？在下有几句话要告诉先生，以求明断。燕王封殿之后，整日胡闹于王府，人已经不成样子。王妃因思念世子，现已一病不起了。可是那个狗官胡成，竟趁着王府之危，落井下石。进京之前威逼王妃不仅侵占白顷良田、黄金1000两。这些还不算，胡成这个狗官，他还要强行霸占王府里的奴婢宋莲心，做他的小妾。岂有此理！朱棣乃先皇亲子，可杀而不可辱。胡成胆子也太大了。方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大儒，德高望重的君子，断不会放任胡成这个狗官欺君背主，胡作非为。哼！畜生！骇人听闻，骇人听闻呐！陛下，这个恶奴乃燕王的心腹，不能听他一面之词。皇上以仁孝治天下，如果此事传扬开去，那皇上的恩义贤德何在？陛下，胡成恶行暂且不论，将来再做惩处。可令人生疑的是，燕王妃为何要忍辱负重，拿义女去行贿？他如此不计代价地收买胡成，岂不恰恰说明这其中有诈吗？朱棣已是穷途末路，苟延残喘，齐大人又何必苦苦相逼呢？朱棣病症真假，看似一人之事，实则关乎天下安危呀！宁可信其假，不可信其真，请陛下明断。陛下，胡成威逼燕王妃，纳宋莲心为小妾，还有一层意思。快讲。胡成说，宋莲心既是燕王妃义女，那我要是讨了她，在下不敢说。说。胡成说，宋莲心既是燕王妃义女，我要是讨了她，就成了皇亲国戚，与皇上辈分相同了，将来就可以统领北平，称雄北方，说不定将来还可以掌控朝纲，光宗耀祖。当今皇上也要对我这个同辈敬重几分。不要再说了，这个大胆的小人，荒淫无耻！
皇上，燕王有过，孺子无辜。臣奏请皇上行古贤之大义，释放2位燕王子，让他们回家侍奉燕王，以尽人子之孝。准，谢皇上恩典。恭贺世子平安回府。天哪！母亲，母亲，儿子回来了。真的是你们吗？起来，快起来，让我看看。孩子，娘，父王怎么样了？你父王他，父王真的疯了吗？你父王他。王爷，您的病，我根本就没有病。那您这是？爱妃，让你受惊了，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王爷，你受苦了，你受苦了，真是难为你了，真是苦了你了。父王，我和二弟听说了您的病，为您担忧，为母妃着急，吓得心都快裂了。好啊，现在咱们全家团聚了。本王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告知高旭，去把马和请进来。是。爱妃，你为我的病担惊受怕，为王府的安危忍辱负重，你受委屈了。王爷的贵体无恙，高氏高旭能够平安的回来，这是我最大的幸事。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我真的希望全家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再也不要分开了。父王，小的叩见殿下王妃。马和，起来，告知高旭，儿臣在，拜谢马和救命之恩。是。谢马和救命之恩。小的不敢，二位王子请起。你们都起来吧。马和忠心救主，大功卓著。自今日起，擢将马和的俸禄、钱粮等一应待遇，升与家将同列。这以示封赏。多谢殿下，王妃。
起来吧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师傅，你在做什么？快帮师傅收拾东西，咱们准备搬家。搬家？往哪里搬？废话，往王府里搬呐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搬家是什么意思啊？笨蛋，王爷已经解了后顾之忧，时机一到，霸业将兴，明白啦？明白。哎，师傅，您带那么多草鞋干什么用啊？此去上下求索，任重道远，天降大任，力拔泰山。来，抓紧操练，对，就这样，好好操练啊！大人，在下得到密报，说燕王府内有许多来历不明的壮汉，库房里还堆积大量的粮草，还有废院里有多个工匠整日在打造兵器。大人呐，朱棣正在筹集军械，图谋不轨啊！今天我去查看，没发现什么异常啊。大人，可听见成群的鸡鸭鹅叫声啊？听见了，嘎嘎嘎的。王府就是用成群的鸡鸭鹅叫声掩盖住其他的动静。当时本大人就纳闷儿，堂堂的王府怎么会饲养家禽？差一点上了朱棣的当。快，赶快召集亲信，备快马3匹，我马上就写奏折，派800里加急，星夜驰报朝廷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张将军，宋明心，张将军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怎么来了？请禀报王爷，我有要紧事情求见。王爷生病一直未好，你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在下可以替你向王妃转达。你不相信我吗？岂敢！在下负有严令，任何外人不准入内，更何况现在已经夜深，还请莲心姑娘见谅。我不是外人，赶紧去禀报吧，晚了会误大事的。莲心姐，莲心姐，什么事啊？我有要紧事，得当面跟王爷说。张将军，莲心姐一定有其道理，赶快让她进去吧。马和，我直说了，你可别生气。她已经是胡城的女人，和胡城那个狗官睡过了。万一她是人家派来的，如果她是奸细的话，你就把我和她一块砍了。那么好吧，我先跟王爷禀报一声，你再领他进去。王爷，主子，我来到这府上已经有10多年了，我就像这院子里的一草一木，我是这家里的人呢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你是谁呀？王爷，我是莲心呐，您带着夫人赶紧逃吧，千万不要等到天亮啊！你想让本王背上畏罪潜逃的罪名，我不上你的当，你走吧。你是胡城的老婆，也是他派来的奸细。啊，王爷，你务必要相信我的话，奴婢求您了。冯莲心，你这个淫妇妖人，你想挑拨本王犯上作乱吗？你给我滚出去！王爷，出去！滚！王爷，赶紧带夫人走吧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
奴婢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求您！王爷，奴婢尽心了。殿下，小的愿意性命担保，莲心姐她绝对不是胡成的奸细。起来吧。莲心当然不是奸细，她是本王的救命恩人。她刚才所说的一切，字字属实。胡成与铁平肯定接到了朝廷的密旨，燕王府已经危在旦夕了。那殿下刚才为何还要那样待他呢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莲心到这里来，胡成肯定会知道。我这么做是不想连累他。王爷，八百里加急，一个叫纪刚的锦衣卫突然送来的密信。纪刚，殿下，纪刚这个人，我曾经在京城里见过，他托人给小的捎过话，愿意效命燕王殿下。殿下，信上怎么说？本王上月派一名家将进京联络故旧，此人竟被锦衣卫秘密抓捕。他受刑不过，已经招认本王欲起兵反抗。纪刚和莲心传来的消息都证明，朝廷决定动手了。也许明天一早就会有变故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大和在，你给我记下这笔账。日后我要重重酬谢这个叫纪刚的锦衣卫。小的记下来。王爷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啊！张玉听令，末将在。着你立即召集所有壮士，配备兵器，准备应变。遵命。马和听令，卑职在。全府上下无论男女老幼，全部起床操戈待旦。姚广孝、朱高炽、朱高煦以及各位将军后堂议事。遵命。朝廷既然下了逮捕王爷的旨意，那么一切折中调和、委曲求全的办法都已无效。现在王爷已不是当断则断了，而是不断也得断。朝廷已经断了我们的后路，生死存亡，胜败荣辱，拒绝明诏，以贫僧之见，举兵伐逆，刻不容缓。父王，起兵吧！对啊，父王，像王爷爷那样起兵造反，改朝换代。张玉，末将已经召集府内全部壮士和家丁，统共806人。末将估计，铁平所属兵勇足有3万余人，已经掌控北平9门及所有要道。你有何主张？和道演师傅一样，举兵。806人对抗3万精兵，一个弹丸之府要对抗整个北平城。只要王爷下令，有我无敌。只要王爷敢，末将就敢。大和，殿下，王府里存储的粮草足可支用2个月，工事都已加固，并时刻有人守望，男女老幼正在全力安置。你有何主张？举兵，即使举兵失败，也可以坚守待变。但是，请各位兄弟想清楚，一旦举兵，再无退路，意味着我们不但要与朝廷势不两立，与天下为敌。万一失败了，不仅会碎尸万段、满门抄斩，而且会世世代代被人唾骂。殿下，举兵伐逆虽是一条险路，但是束手就擒更是死路一条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鱼死网破，跟他拼个你死我活。马和兄弟说得对，举兵不成，兄弟们为了忠于燕王殿下而死，死而无憾。可万一举兵成功，末将等人必将成就不世之功。兄弟好情，诸弟拜谢。自今日起，本王与诸位同生死共患难，肝胆相照，浴火重生。我心已定，举兵。你们这些人去那边把草通道。
将听令，全城戒严，封锁九门，不准任何人出入。如有闯城者，杀无赦。是。这要道上更要派重兵把守。是。日出之前，兵勇都必须到位，万万不可大意。是。快！围起来！快点！把门关上！快！围起来！快点！骑兵铁大将军各部均已到位。铁大将军，铁平和胡城的3万大军，朝廷的近30万大军，已经在东南西北4面8方对北平形成了铁桶阵势。殿下，这是刚从府外射进来的箭信。是。奉旨，朱棣蓄集兵器，图谋不轨，着即查抄燕王府邸，如有被指抗命者，杀无赦。燕王，如果战事一起，虽得半日之内，就可兵临城下。朱允炆的用意十分明显，只要燕王府稍有动作，即刻就可进兵围剿。看来朝廷对我们是蓄谋已久啊！哼，30万怕什么？来呀，还不够我砍的呢！殿下，您说应该怎么打？父王，请速做决断吧。擒贼先擒王。燕王殿下有令，请镇南侯铁平将军、布政使胡成大人进府宣旨，叫燕王出来讲话。王爷病重，行走不便，王妃差在下禀告2位大人，燕王府所有家眷都已经自府待命。如果2位大人真的奉有皇上谕旨，王妃要亲眼一见，否则就是你们交旨悖乱，王妃绝不会奉诏。如果2位大人不宣谕旨，就强行查抄，王爷和王妃及全府上下的家人们将以死殉检。好大的气魄！请2位大人见谅。大将军且慢，还是叫燕王出来，府内恐有埋伏。这王府已被本将围得水泄不通，有人胆敢作乱，无意以卵击石。你要是害怕，我自己去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朱棣，你果然没疯。本王本来就没疯，是你们想把我逼疯。铁平，这套盔甲你还认得吧？这是先帝太祖爷的黄金锁子甲，好眼力！这是先皇赐我的宝甲，不愧为开国勋臣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朱棣听旨。念吧。你如此不敬，必遭大祸。你给我听好喽！查，朱棣
降风欺君，目击死事，打造军火，反击昭彰，着镇南侯铁平、布政使胡成，速逮捕朱棣及其余党，借赴京城审办，钦此。奸臣交诏，本王断不奉旨。朱棣素来信守君臣之道，替大明镇守千里北疆，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可如今却被你们逼得人不是人，鬼不像鬼。堂堂燕王，竟然要装疯卖傻，形同禽兽，生死两难。没日没夜，我如坐针毡，如临深渊。皇亲勋贵，竟如同待死之囚。好啊，今天你们逼上门来了，想干什么？是想让我像周王那样俯首就擒，还是像襄王那样合家自焚？王爷息怒，王爷息怒，一切都好商量。燕王，末将也是奉旨办差，殿下有什么委屈，请赴京城跟皇上说去。我自然会找朱允炆算账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大人是。跪呀！跪呀！王爷千万不要误会啊！狗屁误会！朱棣已经造反了！啊！王爷饶命啊！贪生怕死的东西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畜生！10多年前，本王就想砍了你，你已经多活了这么多年，还不知足。今天本王要用你的人头来祭旗！好啊，朱棣看得好，接着看我呀！你是条好汉，也不怨你。铁平，你是开国群臣，本王不杀功臣良将，望你能跟我一起举兵肃清朝廷，再造乾坤。末将素来敬佩燕王的雄才大略，但是末将这条命是太祖皇帝给的。太祖遗旨让我终于登基圣上，铁平就得誓死效忠。燕王如果遵行太祖遗旨，那燕王也是末将的主子。如果燕王背旨举兵，末将绝不负逆。人各有志，绝不强勉。朱棣不会以怨报德，暂且委屈你一下，带下去。放开我！朱棣，你想好了？我沙爷也率10万铁甲踏平了北平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总有那么一天，总有那么一天。告知，儿臣在。命你镇守王府，保护王妃和所有家眷。遵命。高旭、张玉，儿臣在，末将在。你们2个率全部壮士，与我一起攻打北平9门。先从正阳门开始，天黑之前务必拿下北平全城。儿臣遵命，末将遵命。王爷，这攻打城门的事就交给末将吧，请王爷坐镇王府，不可轻负险地啊。张玉兄弟，我们现在只有800壮士，所以我既是王又是将，也是兵。所有阵仗我都要冲锋陷阵，身先士卒。末将遵命。阿弥陀佛，阎王啊，看贫僧还能为您做点什么，请示下。有劳大师替我拟一道举兵檄文，以便直达朝廷，明示天下。这篇檄文在贫僧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了。此次燕王举兵是遵照先皇的祖训所示，并非谋反，而是奉天靖难。对，本王就是要奉天靖难。名大义者生，为天理者亡。在。
为之循公守法，为国保疆。今幼主嗣位，是非不明，黑白不分，其态方孝孺等奸人蛊惑朝野，盗秦逆事，恢复井田之治，杀戮皇家口足，乱祖宗惩罚，诛先皇遗愿，奸佞不除，江山不保。太祖高皇帝祖训有云：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必训兵讨之，以清君侧。现本王奉先皇遗命，除奸佞，清君侧，安社稷，复大明，还我朗朗乾坤。出啊！杀！还是要与我血战一场。北平总护卫刘强拜见燕王。北平右护卫李正拜见燕王。好，刘强，命你把城防交给张玉，你率本部人马立刻攻占北平外省。遵命。李正，令你速率本部前往大兴军营，收拢所有护军旧部，回驻地待命。末将遵命。告辞告去。随本王视察北平全城。遵命。奴婢拜见王妃。莲心，
莲心，你可回来了？我以为你们都出去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莲心姐，莲心姐，你回来了。莲心姐，刚才王妃还让我去接你呢。那个胡成他已经伏法了，你现在可以回来了。是啊，莲心，搬回来吧。你救了王府，救了王爷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一步。谢王妃。可是，怎么了？我回不来了。为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来给胡成收尸的。姐，请王妃恩准，我替胡成收尸。马和，就照莲心说的去做吧。去吧。谢王妃恩典。是。姐，跟我回去好吗？马和，我不能回王府了。为什么不能回去呢？因为姐有身孕了。朱棣反了，你们都知道吗？他反了！居庸、大兴，还有通州，全都丢了。你们都给我起来吧！这个是朱棣给朕发出的檄书啊！他说朕是个不明事理的幼主，而你们，统统都是欺君罔上的奸臣。朕这个朝廷居然成了伪朝廷，他甚至把朕的建文年号都去掉了。称今年是洪武32年，他还要遵照先皇祖训，他要奉天靖难呐！朕自登基以来，忠心体国，殚精竭虑，虚心纳谏，勤政爱民。朱棣他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他根本就没有把朕这个皇帝放在眼里。
帝举兵不足半月，就已连克了数镇。如果朝廷再不将其速速歼灭的话，岂不是祸乱我半壁江山了吗？兵部，你有何灭敌良策？臣以为发兵征讨。那谁可为将呢？我大明有雄兵100万，战将如云，定会有人挺身而出。行了，你退下吧。多谢皇上。李爱卿，你有何灭敌良策？出兵伐之。谁可为将？这个，请皇上圣裁。行了行了，退下吧退下吧。谢皇上。你们这些人呐，国难当头，明哲保身，朕当如何倚重你们呢？还是朕说吧。当下朱棣一反，难免民心浮动。朕拟再施仁政，将这年赋减半，以收万民之心。皇上，臣斗胆请皇上收回成命。你是？臣户部主事夏元吉。